啦啦的时候，虽然它是没有歌词的，不过我又感觉到你听那读，让你心中有想讲的话，我感觉动好。两种专辑是爱第三种的创作专辑，第三种，但是是爱第一种情感出自但愿之中人的作品。夜梦夜共度过挂在天边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下来。一定係流行歌曲主人波比整巴衰啊！太久冇講，真我唔記得哦。天一禮拜，雙禮拜。嘅米面炸，你係真好明太高啊！係要產生一味新嘅米面炸嘛？工作嘅關係啊，鼓手記住冇比咧。哦，基本係冇比咧啦，冇記咗下呢個比嘛嘅，B and C。比咧，鼓手基本係全新開局，有冇？全新開局啊！那羅浩源會想說，那就直接我就第五集。你玩我？對呀。我打下來，然後那個人按羽毛嘞，曾浩明不玩了，然後他要從零開始。對啊，你就要直接就5名嘛哈。這次未免就會啊。係啊，你講算哈？你說的算嗎？不算。從頭開始。係啦。要做人的比賽賽。比賽就要有嘛，好唔好？好不好？做得啦哈。哦，但今天又來了一位新嘅朋友，嘿。等他做得好好的，他一起衝過。我們的創作樣板哈。哦，可以了，應該不吵。這真實比賽，很多有請啊那個專業的欣賞的都現場哦，來有請 TV。七集 B 欣賞，70 B 欣賞，黃皮書欣賞，黃義軒欣賞。好來，馬上就進行今日比賽啦。我歡迎你今日新嘅產水場，來自新竹新埔古球亭帶來客家新球。來，彈下啦。兩位主持人好，小田子好，各位編判先生好。你有
內個哈，我有來過。面書係啊，書面，10年前有來一擺。10年前，10年前，疫情前就頭係。哦，沒看到有種篩子嗎？唔係，嗰係金錢嘅篩子咯。對，最早嘅篩子。邊度一度關？我進10強啥？哦。因為剛好讀書啊，考試嘛，所以忘詞。魔法圖進10強。模音陣。第一階錯誤又來。第一階錯誤。模音陣學過嘅啦。我會數啊又。要打手。見讀書啊。唔怕一擺走啲標準啦。係啊，好嘛。新嘅篩子。希望。係啊，跟我想我準嚟比啦。有練過啦，你啊考試考睇咧嘛，考好咧就動多時間好重過。考試做公務人員啊。係升等考。升等考。對。佢而家係咪單位？一樣都學校啊。學校。係。學校喺行政啊，對，行政人員。好，這一次再把它捲土重來，看能捲到哪裡，看能不能坐上去。係嘛？除了當空氣，當希望。哦，從頭唐先生講邊啊？向這位先生。秋婷這陣以後，很久沒看到哈。我吃到人上線以後，因為人上線一唱出來，就有講故事的感覺。我知道音色啦，還有你唱歌的方式，我一喜歡。不過有時是唱歌係咁樣去，可能你關係樣板唱出，伴奏一來就唱，有一個我彈定配啥唱，我就彈定唱。你唔記得你自己係乜嘅上線聽伊就係講，你要了解啲歌詞啲講乜嘅，又係講。歌詞念順嘛，當然咬死當真，不過有時候咬聽啱嘅時間，你做歌曲嘅感情就喊冇。故所講，我建議你你看你以前我唔記得我疊詞唱嘛，念歌詞成念本佢順來，就有講故事嘅感覺。按你都讓人家上線做嚟 happy 來，所以你啊，秋婷姐姐唱歌很有故事，所以唔好聽起因為強樣咯，係用出嚟唱，特技特團都強樣。唔過見邊係要緊張嗬，意思咧，彈得出來，叫無來，接來出唔可以緊張嘅，見邊分數對我嚟講唔可以差啦嗬。希望見邊做啲歌冠。希望先生，你可以喺度。歡迎啊，顧秋婷嘅分數。好嚟。中國本呢93，希望先生，粵語歌曲嘅都差不多93分，算不差，挺好咯。希望，加油！加油啊！這一次再把它捲回來。好，希望先生，但記得歌詞要帶啊！歌詞輕鬆啲啊！好嚟殺下來，喺路菜又帶來熱頭髮。嚟彈翻啦！天嘅
作俱佳啊。哎呀，还跳舞哦，童总。哎呦，动作还不错呢，很有韵律感。嘿啊，进了跟金铺。幸好不是被说舞痴。不会。音痴我不敢讲，舞痴是没问题。不会啊，一准啊，酸有准啊。怎么会选这一首巴拉歌？这巴拉歌啊，对。巴拉歌的意思是讲台起架都不会冲，台起架不会冲啊。轻缝的一条歌。哎呀，比较轻快一点。哦，比较轻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之前都唱比较抒情的。比较偏什么？上礼拜对啊，后来是不是觉得还是唱回抒情路线好？好像是，有个麦就太难冲嘞，黑毛太难，是。给双礼拜粉丝没有哈？没有。对啊，下礼拜唔止用完。哦，更加唔止。我来看一下，应该欣赏张碟。对，势必欣赏。好来。好，蔡柔，今日先要梳你头发，其实我知道要梳狗尾，你先都以后。哎呦，虽然讲两个嗓线比较烟嗓音，酒嗓音，他是都断片酒嗓，当气反你嗓线，好，就系也系来看下今日整体的表现啊，就系讲舞台当中嘅次演出，或者当好，好，唔系想拿出去架当后上嘅嗰種陽光氣息出來嚟表現藝術歌曲，也係一個當好嘅方法，哈，一個當好嘅方法。所以除了兩個上線啊，各位咩線了以後，兩個舞台表現都很好，然後就轉過來講，也唱歌也都技巧也好啊，還有方式也好。我就知道你要注意哈，就係講，其實兩個上線你自己控制的，我發現有點沒太把握，哈，你這個，靠對數行去給它上線樣板來控制，你去給它壓機發唱到那一邊，樣板來穩聽，哈，這個我發現有一點點需要調整，哈，尤其係兩個尾音，就是每一首句子的尾音，因為你都要填上。一填嗓子後，可能一同一下兩個上線就開始走體嘞，所以他必須要配合你一天要平常時就要訓練到，你係講按你較強快嘅歌曲，你想要同想要表演，想要表現講舞台當好嘅嗰種大肢體也好，唔太個看得到之外，睇得到之外，還要看得到人家表現嘅話，你就會注意到一動聲線一定會跟着跑，然後樣板控制也係當重要嘅一件事情，所以當然啦，要數過迄點點愛起點衝咩乖乖咩，哈！啊，做迄講樣板訓練到七架肢體，留七架歌上來配合袂到嘅話，我建議係講慢慢地來，哈！做迄講可能一下動作木作動態，慢慢地放開來，注意還有你在同一時間，莫只是練習而已，你還是要隨時聽一下你自己的聲線有沒有不穩，也係當重要嘅，好，安子 C。安子 C， 謝。好，也馮玉萍先生補充。你唱了這歌曲哦，非常嘅發拍，一下也收用非常嘅好。但是就像頭話施比先生講嘅哦，你唱歌嘅穩定度非常重要，你嘅尾音會平穩點喎。我用板來練習嘅時候，也基本講，我練習你嘅氣，我用板來控制佢。較為穩定，還有你唱歌嘅口型哦，比方講那個沙啦啦啦啦，後邊嗰隻音哦，人家吹嘅口型，因為我這麼特別注重那個口型，因為人家上哦，人家口型，假使講有一些檢查，會影響到你唱出來嘅聲音嘅音質。好，假使講你講啦，係講你口型來法變成啦，變成後音嘛。你上冇上去就非常嘅可惜，嗰時候呢基本講加強對你係有幫助嘅。木先生上一個穩聽圖啊，係嘛？基本功不好啦。係啊，一言以蔽之嘅倆意思啦。挑得按用啊，會穩聽啊，係氣息要配合。我看一下幾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羅菜有個分數。哎呦。不差，91.5分。對啊，哇，真係一下個用 Hellboy 全部仲厲害呢。係啊，91.5分，我清代嘛，那麼高，然後最低，然後被打掉，那很哦還沒有機會讓你好好表現你很會聊天的這一面。你給他時代阿童來講，他很會聊天。我只是想看他斷片的時候。好啦，安子 C， 好啦，安子 C 啦，先可以哈哈。好來，回個休息哈。好，我來沙落。沙落，係李彥鳳帶來《雲溪跳港》。來，彈啦。
其实从歌摸歌词嘅提风很难唱。所以你在唱这个哒啦啦啦的时候，虽然它是没有歌词的，如果俺有感觉到你听那读，然后你心中有上讲嘅法，有画面。对，应该感觉动红。不是给梦里的那天堂，心中有个安全的所在，莫烦恼，不会心操。转了是为情着出口，很着牵手，相看讲加油，弄打来天气浪高。这首歌好新哦，超新呢，夜影的歌诶，哈，也系夜影，夜影，因为那条歌曲，我第一摆堂都系方言的歌曲，很多你哭完该笑了，然后条线歌词底部有一句发爱自家偷偷加的，很多本来看到很笑面，因为允许透光本来去赢拿一条歌曲去比给原创流行音乐大奖，然后呢，我想讲啊，跟前还提6天台嘅时间同印证，可以用6天台嘅时间，我们有一直在做原创，有同人讲，我就想讲，我想要写给一条歌曲清后堂，可是是华语歌用版嘅，啊夜影堂讲也给客家歌啊，嗰时候我就先来唱，啊嗰时候我特别加一句歌词，就是本来看到很笑面，就是你哭完该笑了，我把它翻成客家话，然后把它放到今天唱的版本。歌词里面就是自己的口白弟弟不会读。对，厉害，有做自己的想法，他很厉害，他懂会去注意宗师安尼客家懂得会流行歌曲。嘿，冇错，新嘅流行歌，有冇唱啊歌诶？哎呀，太老了，是不是？太难唱了。哦，太难唱了。好吧，本歌。太难唱了。下次从来讲太老嘞。用杯呢？有机会你再来安尼好好唱下嚟。好啊，展演下嚟。好，唱艺术欣赏。
燕凤你好，你真的是疗愈系歌手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根本呢，从一来动唱诵动自然，所以你不需要去特别做什么东西，整首歌从头到尾弹一来动顺，很顺，然后还有。动种音译，就是有一些诠释的方式，应该感觉动吼。其实从歌有歌词嘅地方爱掉为上，你就会很多了嘅歌词上会表达你自家嘅想法，错冇？过其实冇歌词嘅地方，有丢时间很难唱。错。所以你在唱这个哒啦啦啦的时候，虽然它是没有歌词的，我爱又感觉到你。挑那读，让你心中有想讲嘅法。有画面。对。然后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说，其实我感觉你的韵脚其实都走得挺降，我听说你走得练习一个。就是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是，其实你很多尾音都已经收得很漂亮，可是你想要唱到有些地方是，譬如说让它声音走掉，或者是冲一冲，你想要转换到喉咙的声音，对，就是像最后这一句，就是你加的这一句，不应该肯多一个小面这一句，就是其实唱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的尾音可以做一些。不一样的诠释方式，让声音走掉，你就要把声音送出去。你要到喉音是另外一个情绪的感受的时候，他又是听到会是另外一个感觉。莫顶州，您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多加欣赏。你们彼此欣赏，而且加入欣赏，彼此好。好了，因为叶秉基一开始就是 New Age 出身，就是新世纪音乐出身。古时候讲给他搞懂到有。比较空灵或干净的唱法，刚刚老师先生有讲吼，譬如讲，人家上爱用慢送出去，也系舒转来，你还冇办法的短时间，让你做一发，家用麦克风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有冇？就是可以，因为两首歌曲啦，按用类型的歌曲，系按用型的用法，会加很多豆腐，不过根本嘅。归属各位同学，我吃了我当喜欢，特别是都保摩的时间，我觉得整个的完整度非常好。我没有觉得你在比赛，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享受。多加欣赏。麦克风运用也很重要。对啊。爱看到笑面。系啊。对。不用用 MV 上音就冇因为跳摆弹吉他唱歌，总得没做对了。不爱看到笑面。对啊，做对了。吉他那个什么麦克风架弹吉他或者可以这样子。你可以这样踢倒。往前踢。来，看一下几个分数。看一下李彦峰嘅分数。哇哦！又是2分呢！分数比上礼拜还要高，超哈！哇，进步人线出高的咧！哇，冲高的条件，多谢叶颖，多谢欣赏。啊，你根本有几分有几分，好，感谢你给歌词。好，我爱看到你的笑面。不要，我要很难过的。好了，继续加油，冲着辛苦节目的表现。好，什么烟风？好了，杀落去强威总带来客家本色。好，来听我啦。山高台岸莫把点切，3万8遍放山岗天。几十年，不是那夜，世世代代唱，用拳钳传达，200-300年无改变，客家精神无退，永远。
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人间。奉献思念客家人，守护心田。真真动动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就像恩给老祖先。永久不忘祖宗言，千年万年。同山过台湾，莫把点钱。3万8两江山港天，翱翔错字几十年，不是埋怨。世世代代手，俺用拳钳传家，两三百年无改变。客家精神莫退，永远永远。哇！哎呦客家界的唱跳歌手真的啊！对对对，用泰国不跳吗？啊，青秀拿个拉拉球不问题。拉拉球，拉拉球，加油加油！咁敢唔敢？哎呦，很會呢。怎唱歌一天都按跳。係啊。冇跳唔會唱。歌有幾節譜嘛？誒節譜。冇腔中嘅譜嘅。喊碟唱。應該即係感覺是咁樣嘅，唱嘅時候。氣氛咁樣。做嘅節譜啊。個啥唱歌嘅習慣啊？習慣應該習慣係按樣冇咁多。對，但是一種習慣都變得會。按樣唱吼，有些危險，起不久嘅時間吼，佢起不團體。會影響到。會影響到人家嗓音啊。對啊。錯哈。係啊。係咪有一些串吼？對啊，點唱咁做唔得。基本也較好啊，基本同較細咧，同一些就做得。同唱台。嘿。你洞好大。對啊。人家洞小小的就。我都要想要給你帶團康了。戴老師，青海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。有沒有？大家以前有沒有看過戴老師？有哈，隨便點頭的都有40歲以上了。對啊，快50了。應該50歲以上才看得到吧？40歲以上就有。有啦，這個時間就有咧。你台灣戴老師啊，有冇？你有帶動唱嘅啊？帶老師。懂厲害啊！懂厲害啊！親有名嘅。你有點像他。差遠了。哎，你才去搞到上個同腔下飄咧。哎冇，好啦。來，重說咧，哈，像玉雲先生。來，公平。你實在親有法律。唐語唱歌啊，嘅畫面看來哦，你就想去讓你腔下跳，但是你歌唱比賽哦，唱歌為主，嘅舞蹈係輔助的，因為唱歌呢，假使講你嘅動作太多嘅話，會影響到你嘅唱歌。比方講200-300年無改變，還有就像人嘅老祖先嘅歌音，就像人嘅老祖先，但是你了嘅部分呢，因為你動作太多。嗰所影響到你嘅聲音。就像人嘅老祖先。嘅動作吼，唔係講多是會加分嘅嘛。係你假使講你嘅動作太多嘅話，唔單止會影響你嘅歌唱，還有其實唱歌嘅跳舞也冇咁簡單咯。有當然唱歌愛跳又愛唱，咁咪愛有本事啦。但是你要記得。漢拜唱歌嘅時間吼，嘅動作吼，較細一些些，對你嘅歌唱有幫助啦。哎，各位加油加油！好，是這。哎呀，但唔對我影響伊太冇唔對咧。看一下分數就。好來，看一下，好。看一下強嗰種嘅分數。係。按這。91分。91分。呀啊，比你還低呢。哇！2位唱跳歌手，對啊，哇，唔怕啦，唔怕，真的
动太大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哲伟老师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？真嘅，因為頭前從很早的，天一邊開始哦，主歌開始後邊，你都躺喺度，你啲喘氣有冇？上氣不接下氣，按那樣向度後邊沒音，人家音準全部冇到，你個就當聲音當大聲，因為雖然沒厲害哦，因為你天一邊咧唱歌嘅時間。緊唱緊跳，很高氣哦。唔過條首歌曲冇安段嘛，比賽出來容易。有時候比嘛個比耐力，有時候後邊真係當大聲，希望本自己習慣哦改一下，嚟知道會很好，好冇？唔怕，還有機會，還有機會，謝謝。那個木頭吃演，吃演之後不用太刻意，咩唔會啦，咩刻意，就可能關係，好吧，好，先回座休息，好，搞不好後面羅浩源唱的，還有一個，係啊，還有一位啊，羅浩源啊，沙落喺羅浩源帶來無強勇嘅人，哦，叫唱下條歌啊，係啊。敢唱兩條歌誒？沒敢，因為這首歌要很大氣的感覺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他的聲音是比較不一樣。哦。哎，就看他這種小氣的唱法，來他們。有戰鬥呀樓梯佛，離家四公。永遠給你跳，永遠給體內，永遠給三公，永遠充滿天，有戰鬥呀樓梯佛。冇永遠給你，有戰鬥呀樓梯佛，離家四公年，永遠給你跳，永遠給體內。永遠給三公，永遠充滿天，有戰鬥呀樓梯佛，冇永遠給你。永遠給你，有戰鬥呀樓梯佛，冇永遠給你，冇永遠給你。有音樂劇的感覺，對呀，音樂劇的，中間還有那個 solo 有沒有？嗯，也有嗎？
为什么你一跳就变成很搞笑的感觉？真的吗？对啊，人家有偶像的感觉。奇怪哦，跳就很美哦。是因为脸的关系吗？我们的对象，应该。精神期，这怎么又像我线一样跳过？因为我想讲，以前嘅时间有2年诶，对，故说我想讲想要沉淀自己，对，回到这个老地方那样，走，那种感觉。你还冇强用经验呢？对，错，自家感觉嘅有冇强用嘅，吃到没有冇强用呢？你有那冇强用？给他这规则背有些冇强用，他现在可以比较内敛一点啊，吃豆，金钱懂标。懂标哦，之前的之后看冇稳听啦，稳听图没黑呀，还稳听图开，黑呀，哦，今后好了，看唱的如何，来唱欣赏共评抢视频欣赏。哦，好演给你这样说国外，我觉得很好哎，好，唱到以后，就会讲。一开始啊，你像音乐要说国外情境的时候，其实我係當期待嘅，吼，就係講我想要看樣板來，架構這整首歌的樣子，吼，對我來講，來一步一步來唱，一句一句來在，沉浸在這樣的歌曲裡面的環境，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氛圍，好，就係講，可能有一些地方而本人的本經驗法，就係講，第一。某一些小轉音上面的控制，可能還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聽一團的部分啊，當然還在主歌的位置，就是聽一團的部分，有一點點小轉音的部分，可能還喺堂都有一點小瑕疵，其他的部分還好。不過呢，輕重要嘅係米團，不然我想要看到，你用一種舞蹈的部分來補強你這整個間奏，好，因為這個間奏，不然我想講。你可能在這裡會放得比更開，因為我哋可能 Hellboy 要做什麼鋪陳的，所以講，可是，在高音的掌控上面，可能還是要加強，因為啲輕狗有沒有提防啊？糖誒豆，你已經開始產生搖擺了，因為按你搖擺嘅關係呢，可能就影響到 Hellboy 嘅發展，嚇影響到 Hellboy 嘅發展。唔講一樣嘅數面嘅部分嘅三級嘅無強樣嘅人，無強樣嘅人嗰種慢步走還好。慢慢的，然後你去給他氣氛底部，要慢慢的把它掌控回來。所以 Hellboy 來講，數面部分還算完整。好，所以要注意到可能，去高位高曲的部分的高音的部分啊，可能還是你要訓練的地方。這是你現在目前吃到希望講糖豆能夠較進步的地方。好，不過呢，高曲的感情吃到發揮得當好。什麼欣賞？什麼欣賞？藝術欣賞非常好。後援，其實你都從個表現嘅世界啊，你嘅情緒真的是我們都沒有話說，就是你真的，我感覺你係動眼睛嘅，你就是你很投入，包括你想要呈現轉類兩個樓梯風，兩個感覺。不過除了像世慧老師剛才說的一些尾音的缺點啊、轉音之外，我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，就是你之後需要的練習。就是我覺得應該講你需要給去開發後面的聲音，對，否則這種大氣的歌唱起來薄薄窄窄的，它永遠都走不到大氣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好，這個分夾本書。嘿，我先唱倆來清狗粉煙風，看下落看。雖然佢唔係美面炸，一禮拜唔係面炸，唱清狗粉那個呢？煙風。來到舞台當中。看下落看分數哦。也係兩邊嘅比下，看慢現做咧坐上美面炸嘅部位。好，來看好演嘅分數。羅好演嘅分數。樹林的個步道啊，結果因行，就一隻紅的就因停啊，因對。哎呀，都未我朋友講，作風衫啦，作風衫啊，人哋呢？我捧嘅聽到下來。所以，哎呦，我冇看到。用呢個比下，看慢現做咧坐上美面炸嘅部位。好，來看好演嘅分數。羅好演嘅分數。來。94.5分，咁就恭喜
比，抢筹上比免咋无？抢筹，恭喜燕峰，踢馆过关了哈。好。哎呀，都成龙组的宝贝真把岁哇，根本已经紧张呢。里面9关嘅乐曲子，都带我10关过关嘛。对，今日是有可能要产生一位人的10关的美面关注了哈，新嘅关注咯。系啊，希望今日就会产生出来。顺利，嘿。好啊，今日有新嘅参赛朋友啦，哈，来到安尼比赛现场。冇错，系啊，比赛哈，我介绍评审先生，好，有请到 CV 非常专业的先生，当然哦，听座嘅昌永平先生、恰皮哥先生、陈秀峰先生、魏生炯先生，好咯，先生介绍出。马上要进行今日比赛了哈！因为紧张嘅比赛咯。系啊，来介绍 TV 新来朋友。TV 系来自新北市展永米带来罗山歌。来，弹开啦！世间，从山高南，你未知啊？你未知好？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唱到有来过呢节目啊？有呢，当多年以前的啦。系啊，千久冇来咧，系嘛？可能有4-5年了。4-5年了。啊，你之前比到哪？到第3关就被砍掉了。哦，第3关还有到第3关呀？为什么被砍掉？用什么砍？骨头还是评审砍的？评审砍，评审欣赏，评审砍掉。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摄影棚太冷了。哦，样偏太冷了呀。鸦片没清冷黑吗？好像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还是尿不准，就是怪马桶歪哈。给人家一个理由台阶嘛，对吗？不过正经不会冷啊，冷就会影响到声音啊。会啦，声音是缩起了。会缩起来，对啊，会强哦。按今每来有较好吗？他们紧张哈。见到按多年来，咩睇医生，睇
所以我给比赛也是照常自己参加啦。哦，经验较足嘞。那不会比赛有东西比就差呗。因为我就喜欢唱山歌嘛。跟做动的田春义有一比嘛？哦，给缺不少，吹不了我的。啊？听说有一比哈，有一比哈。有哦。你是职业比赛呀？哎呀，职业比赛者。不是职业比赛，是爱山歌。爱山歌。跟你那就开始接触山歌。接触山歌可能差不多89年、88年。哦，咁咪我20年咧，超啱。我20年。嗰樣是那啲台北咧，安尼歌唱班嘅嘛。係啊。對的。哦，就新北市兩片哈，秋下欣賞係嘛？其實新北市高中嘛。你開始欣賞係乜嘢？冇講好啦。冇講係啊。講就見識啊。我睇你欣賞秋地舞。那有可能，20年前秋地舞還蠻強的嘛。哎呀。秋地舞兩妹表現都挺好啊！係啊，唱到以後，係啊，挺好。啊，那唐先生就公平啦，你好，謝謝。哦，有請你的高中欣賞。好，陳高中。因為自己咪唱嘅呀，老山歌，係你算順啦，又順。我佢有啲位嘅乜嘅咧，可能用戲嘅關係，我所以有啲位唱音唔拉唱，會到時候走啦。哦。但是佢咪比較麻煩嘅係。嘅歌詞天機啊，客家腔頭用弦課，我佢唱客家山歌用弦課，但是山歌也做得唔係講做唔得，唔過佢嘅私下腔頭嘅時間，你唱山歌安尼做歌詞就有奏章嘅。山歌啊，用弦課。歌詞奏章就係對人哋嚟講就會比較較冇辦法好哇，低級的錯誤，係啦，唔係低階的錯誤，低階，喺一擺加強就錯啊，加油！我推出來啦，歌詞，下次再接再厲啊！對啊，你歌詞當方本身上係腔調嘛，但是你唱這個冇空用，所以變得就冇辦法了。係啊，要分數可能就會檢查了。有一些檢查，看一下分數好嗎？好，看一下鄭玉米嘅分數。要扣到分，10先生扣1分，你就差4分，希望就93分呢。係啊，沒關係，再接再厲吧。還好，沒關係，你帶新北市聽聽嘛，圈圈呢，我唱歌都有到啲花蓮來，有到一啲苗栗銅鑼啊，你南中那邊嘛，南中福都有來，係啊。係啊，哈圈啊，哈。好，謝謝，先坐邊檔坐，好 OK， 好，謝謝。好。好嚟，沙來，下邊係一篇叫帶來神果子。我嚟彈翻啦。情有留名。
嘿呀，就阿九字，阿九字，那不都很嘅阿九字，阿九字你嘅片啊？啲啦，阿九阿九字啊，念千槍啊，係，個語音叫啊，哎呀，叫，誒，錯哦，嗬，哎呀，按叫完那了嘛，按叫就上個禮拜迄個。嘉義嘅眉山了哦，係啊，依個山，馬山唔係客山嘅茶園啦，哦，雜茶，依參觀天南冇雜茶，係啊，啊用白，就行，我等要行嘅樹林嘅個步道啊，啊結果因行就一隻。碰嘅就印停啊，印對啊，係啊，都未朋友講作風衫啦，作風衫啊，係作風衫叫做乜印腳啊？哦，作風衫唔係丟牛當咩？係啊，真係會硬啲呢。哎呦，我碰嘅聽到下來，所以哎呦，我冇看到，這不是那個。蒼蠅，門呢？所以去山下咧做唔到作風衫。你有冇釣到嘛？冇，都冇，係啊，都夾冇，即刻即下來夾到嘢嘅素材，佢都冇叫嘅。哦，幾好嘅。所以去山落下咧，我做長袖，我做保護較好。哦，那去山冇做風衫，你們老多那風衣小女孩。風衣小女孩，還是要穿海軍陸戰隊那種迷彩。迷彩。張英唔出來啊樣，溫光睇啊樣。特別注意啲同學出來，熱笑你嘛。啲拿個足夠去凍嘅。誒，佢正件咧，佢天初一本嘅叫啊。真係就強啊，他家都強啊夠咩？啊，佢拿足夠去凍，啊叫太橋。係啊，佢凍啊，爛鐵哇，佢碰佢全部走出來，我都前面嘅走啊，佢太橋走唔入，碰佢掉到鬼面啊，都會。好正件哦。哎呀，幾好嘅摩托嘅哦。行下種。係啊。你啊很笑。真的。做唔到人用啲同嘅風喎，係呢個生意啫。係去山嘅話呢，要注意，要較注意對，莫做風色散步，還要不要噴香水，莫噴嘅，莫噴硫化米西本給睇，對，越粗越好。咩唔是突出啊？哦，從色嚟唱，提過先生。好啊，天橋子叫你所帶來一個三國志哈，三國志係創強千多種啦，基本上。哎呀，其中一般來講，一般人有創一種強運啦，哈！你基本上是他媽講也是一張啦，哈，是方面冇乜嘅問題啦。可能就有一點可能要請你較注意下，有感覺到你提到客家文化千有米，千有了米啦，一個大音講你會標唔下，哈。都將大落去右邊甩起嚟上，嚇！都高音咧，山歌唱了來唱，嗰個高音師，佢唱到咪落去，所以本身咧丹田氣本身也要有足，冇有咩有強樣，我有多時候哎呀比卡上啦，嚇！所以哎呀，以後唱歌嘅時間，大音部分一定要標下來，高音部分自家一定要注意唱高大音嘅時間。好，一定要注意。但是基本以整體來講，你歸屬歌算還算輕順，好也很做得。我還要繼續加油哈！好，謝謝，還沒做就看一下佢嘅分數。好，看一下一篇橋嘅分數。好，就這一個過關。冇問題。你加前面有啲89分咧。用啦，跟用米紙抽那個片那樣，拜師。好啦，下禮拜加油哈，繼續加油哈，安住先，順便當錯。好嘞，沙下來。沙落去，總比真帶來落山歌。彈過啦。
哎呦，客家詹雅文，哎呀，谢谢。奇怪，创火龙果就创到暗火堂，啊，那个客家歌呢，创三歌创得不好，我不表演啊，我表演，奇怪啊，紧张啊，比所以老个平常时创个心情无同样啊。是奇怪，会创歌应该会控制张操啊。哎，太部分那样我紧张啦。跟人有生意嘛？有啊。跟人生意會欺負，唔會緊張嘛？當然會緊張啊！做學嘢當會緊張。會欠嘛？當會欠啊！當然會欠啊！人生意有不人欺負啊？有啊，該當時去當兵的時，因為也就是說，學長的學長在欺負他的學長，那相對的這個學長又在欺負他的學弟，這樣。一直延傳下來嘛，代代相欺啊，對啦，阿永英啦，叫做學長學弟制之外呢，對啦，阿永英啦，他有樣學樣啊，對啦，他想說，我兒子想說，這個學長可能就是因為給上一梯的學長欺負啊，他想說，那換成我變成學長，我冇要欺負學弟啊，阿永英啦，你不用欺負佢啊，相對佢們，係啊，用版面欺負。就是工作上那些，剛每次放假回來，他就心情就很不好，然後就不想回營區就對了，我想我轉營區就對了，想要逃兵，有點類似啊。那有一次我就不得已啊，我就跑去找他的營長啊，就跟他講啊，跟他講，他攤牌，也可以這樣講啊，說你這樣子的話，就是代代相傳，等於說學長欺負這個學弟，那這個學弟又變成學長了，他又要欺負這個學弟，你這樣子連環下來，對大家都沒好處啊。營長有理你嗎？他有啊，有啊。對啊，我跟他講，我說那到設備板上對大家都沒好處啊。去加重都來嘞。哎呀，做兵真的做長官的很難做嘞。對啊，因為有些事情被壓下來嘛，你做就是這一區的最長的營長，他不知道啊，頂敵啊，他都被。那個班長壓下去了，他都不知道啊，對啊。不過公司開發有一個申訴管道，用黑後的啦。對啊，因為金錢那如果我帶頭的話，以後他這些做學長的就不敢欺負學弟啊，對不對？那大家都很好相處。那你去欺負營長啊？哎，我啦，我跟他講理而已，我跟他講，共偷理聽聽啊，對啦，我維護他的權益。我兒子怎麼被欺負，我就怎麼欺負你，我們以牙還牙。誰都不要欺負後周秉就會啦，我們好好的用心的保衛我們國家，好不好？兩地上捏一年嘅時間，對嘛？對啊，我們現在國家有難呢，對不對？對，對方有敵耶，對不對？我們靠羅哥拯救我們吶！好好的要保衛我們的國家，對嗎？冇錯。好，來，張太來。哦，請秀鳳先生。先生好。好，必整吼，你個你客家張雅文係嘛？你唱那個老山歌吼，講實在，一落歌嘅時間就彈出，真緊張。兩首歌曲吼，嘅老山歌韻味吼冇唱出來。你就唱那個千年榕樹一條根嘅時間，那個一條根，你聽人順順的嚟唱下去吼，我嘅面頭會當好聽。唔過啊吼，你留那個特別強調嘅咁嚟唱出來吼，規隻個會山歌就廢太嚟，就唔好聽嘅。一條根啊！韓國都兩個天意劍嘅強樣吼，天下行人一家親哦，你從兩個一如果強調兩個一吼，很多兩個會一家親書面嘅時間吼，你講書面嘅時間吼，你盡量吼，你嘅韻吼要做到當正一家親啊，吼，嘅安尼，你安尼叫出口美音嘛吼，你數下人的話，冇安尼啊見啊下去，你看人嘅吼，你唱兩個一家親啊，出見啊的下去，咁安尼不應彈。吼就乖乖，吼冇兩個山歌嘅味道吼，韓國多兩個今日有緣來相會，佢他轉來唔係講親講，
吼，各位詹雅文嘅上人入出来吼，韩国最每一句吼都明显，各山各水吼，你完全就加个各位从入去附身的个上人出来吼，很多那个新练习的供养吼，个属人的世界又全部系压落去，吼，故说你首歌曲吼，根本吼小缺点系冇吼，加油哦！谢谢。聽演前跑唔去花咧，係冇？講我用緊真有咧強跳，隨便躺就好咧，按演前啫嘛。講者無意，聽者就有意啊！哎呀，看看，嘿呀！不要太認真，真的。來看一下哪個分數？看一下總別整個分數。還好。哎呀，做得啦。今比節目錯唔錯歌詞哦？哎呦，好吧。那禮拜不要再唱詹雅文腔了啦。對啦。唱幾個山歌跳就好了。自己的客家腔，好嗎？哎呀，好嗎？我盡量改，盡量改，好吧？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嘞，沙來，下一邊係主水就帶來山歌詞。看啦。用情了陪那有啊。神社哦，好像做什麼嘛？神社哦，是做什麼？覺得副卡有蠻耐老啊。年老一母做什麼？係啊，而家神菜好啊，而啲人神菜就會本批殺看呢，係冇。神社哦，做乜嘅什？係啊，神社我嘅窗門全部打開，咁隔壁零沙全部嚟看見，神菜打開。他來觀賞。看螺絲風不行。小字啊，有哎呦，用版，常常用哈。看你按很帥又很美啊！哦，大家这事實啊，可以嗎？希望有嘛意思啊？我還好，哎呀，他講啦，總然我那有講，哦，你做完有沒有做我們的一那老師很棒，懂會發總，就是來這邊最好。平常時去買菜可能就磨大班，磨大班都這樣，就素顏啊，你看。都是阿嬷了。買菜還會發腫嗎？哦，有，有識到有冇？是啦，買菜發嘛個腫。哎呦，唐公，嘿，哎呀，有的到本數沒有發腫。咩？到咧，係啊，講啥嗰種係。我出門還是會發腫。咩？我講唐公嘅水餃記去買菜時間，對，發生嘅親神奇嘅事情。哎呦，真係因為拜一。我是常常去黃昏啦，哈，黃昏，黃昏失寵，最近是去買肉，
买菜买东都5点到6点，买好是转来，转来坐公车，我坐到顶溪捷运站，在滑手机，结果那菜跌到个茶档啊，个司機講：電視到我係要躺到，結果冇行啊！快點，我要下車的。我是走下去嘅，東西冇看到啊。冇拿到。好像慘了，兩隻手空空。哇喲！我是比較想兩串香蕉空空的。想行個摩托車啦，拜託人在上，不行啊，又冇安全帽啊。上我講，太家人係講叫計程車啦。警察叫人去叫公車，叫差不多2站啊。3腳的。對，他停下來，還是上去啊。老司機講就拿轉來。拿出來。是嘛？哎呀，很多都嘛本來拿出去煮的。用迄個司從買咩冇遐便宜啊，還有2趟的計程車。沒有個錄音搞出來了，喊。數據一發正經我唔記得。係啊，就是看那講，那種。漏也冇辦法，漏也冇辦法，記憶度基礎冇按錯。對，基礎冇按好。正經。對啊。係啊。像哎呀這樣呢。你才不會。你不知道。跟老給魔術哦。對。像按跳啥時間唔會啦。哎呀，那我提前衰老啊。對啦。好啦，從這裡請魏生總先生公平哈。朱小姐今日唱了3個字，不論業推風小涌動河很強人奧斯各方面全部唱到1號。我應該感覺上，因為每上秀人的時啊，可能是有好，唔到拿手的好了加強了。那個一般來講，這3期到24期的唱腔不都是按對稱哈？你聽1期的唱腔到第4期是2隻時間，加隻氣勢一樣唱2隻時間哈。冇講唔錯啦，是講咧談吐下講用乜嘢嚟順樣啦，加油哈！好，謝謝老師。關係為好足料是做的。我練氣冇拉啦，氣不足。會啊，會改進。我注意哈。來，看一下你的分數。看一下主睡者嘅分數。來。先生，要到分數啊，你都留下來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好，恭喜，安子恭喜啊，周子啊。好啦，去聽下。安子先，好。哎呦，緊張咧。好，殺下來哦。殺落去連續衛冕9冠嘅綜藝劇帶來評判。哎呀，好好唱啦，好。好好地唱一下。不
哇，叶球子，两位主持人好。哦，亲密一贯吼，亲密一贯，感觉又较紧张哦。有哈，上衣又唱有一些嘞，又准系啊。有一些，唱得出来。错到介绍有啲习惯薄薄白玩。亲密一贯嘞，错。看佢之前还一派轻松那种，轻轻松那种感觉。有一些紧张，假装的。哦，假装的哦。讲到其他的事情就不用轻松一下。系嘛？讲最近有乜个朋友样办吓？你叫我，我有2只朋友啊，为咗作嘅倉庫作夫，作夫氣定作，跌倒啊，將跌到哎喏，腹腔啊，全身鼻青臉腫，有只同學，有只朋友啊，佢下冇起好就差埋去，斷體啦，斷體。我愛倆吼，實在會個那種電呢，變個死性見門吼，衝進以後吼，背記得個例子哦，見到錯電吼，錯電中啊，係啊，神社好像做什麼嘛？50歲我們是做什麼？覺得副卡有蠻耐老呀。年內冇做什麼？係啊，而家身材好啊，你練身材就會本拍啥看的呀，係冇？神社好做乜個什？係啊，神社我給他窗門全部打開，本隔壁零沙全部來看見，身材幾好。他個觀賞，看羅時豐就行。哇，係呢個生意啦，對啦，我生意啦，有些顏色咧，有顏色的，樹腳冇按那個什麼林地啊，坐電做下安全。硬破咗啊，就會落去90人些，啊，作夫做模就一撐哇，一跌啊都會死不住。就唔會行嘅。哦，真的哦，喺龍岩家正經，他們骨質比較疏鬆啊。醫院個安樂嘅其實也唔是，也冇辦法開刀嘅，因為開刀你撞鋼釘有嘅冇，見過佢電到佢咁艱苦啊，所以就變坐個輪椅。哦，我生意哦，老人家動靜跌動所以我生意。啊，你電視機前面的多注意哈，以前年這個太那個注意對。除非說像羅哥練到身材這麼好，也不行。你強會注意啦，羅哥也要注意。外強中乾。裝條運動又還這樣啊，多運動啦，還是比較健康一點。冇錯。來，衝水嚟，請皮骨欣賞。好來。講平安。好，葉曲小姐哈，今日也個帶來嘅平板啊。其實人講唔可以經常嘅騙人嘅啦，尤其係體習慣係啲關卡東西哈。所以參與第一季啊，三個課堂，我講啊就推擔心一下，因為三個戲裡面時間就多少緊張嘅嘢。好的啦，到面行就演唱就有演順啦哈，在老師各方面哦，運作也做得越好啦哈。但是我們自家要經過很多關，要多少以後要讀到要比賽前一定要克服自家心態，哈。冇按照呢個就已經撞落去，好地要創造，喺冇創造可能就千難講。所以以後有了解樣情況後，任何比賽對自家以後也要做一個打算講，我自家心理一樣嚟克服，讓喺情況嚟比賽，嗰時冇問題，要面也冇問題，係採驗自家本身一開始要較緊張以外，面向就有順意嚟啦，所以係你自家要再加油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先生。哎呦，他會神槍你倆個清國服，水走機，跳下來到舞台動哦，來看倆。我挑戰鐵絲館的粵曲字嘅本書，準備好了。來看一下，你粵曲字都得得到一道分來。好，來看中粵曲嘅本書。兩種轉寫係愛第三種嘅創作轉寫。第三種。但是係愛第一種性格出自但願之中人嘅作品。看一下，你粵曲字都得到一道分來。好，來看中粵曲嘅本書。哇！沈龍先生，中粵曲字。
唱阿周子哈，阿周子做得去，你先抽转呀，毕业当哈，哇呀，恭喜安尼叶秋子，先来有请俺哋嘅高中先生，颁嘅奖杯本人叶秋子冠军嘅奖杯咧，哇，来啊，来让天拿哈，哎呦，俺哋嘅奇怪先生，来签来，支票3万元，恭喜！哇，翕相，哎呦，有哈，3万元要翕到。好，谢谢，恭喜！谢谢郑校长哈，什么高中先生、体格先生，来钱本来拿就好。对，钱本来就好。安志生多谢刘米先生。讲真的，要是3万元啊哈，难穿呢，改穿啊，6年难穿。对啊，从20人牌。哎呀，20人牌，100个吼。100。真嘅哦，冇简单吼，好噶。啊，得到10个冠军吼，有乜嘅想法冇？希望所有鼓励我来参加嘅亲戚朋友，希望教我嘅先生，希望品行先生按到12类批评指教，教我哋讲哦，乃哋會冇場合，不我哋有個進步嘅空間那樣嘢啦，嗬。希望兩位親切嘅主持人，所有嘅工作人員，嗬。希望小康老師不厭其煩地演奏老人家的歌。還有這些老師們哈，謝謝。哎呦，恭喜葉秋子呢！恭喜啊！哈，謝。聽 EV and 高管嘅關注。聽 EV， 嘿，冇錯。按爺做唱機，有唱雙倆扎 V 面扎嘅寶 V， 前來攞拿人，哈，來唱雙腿。恭喜眼裏嘅鍾葉強葉秋子 V 面試官，嘿，領導面大旅和傳統組嘅聽 EV 關注，恭喜！老年音樂會啊！今日喺節目當中有唱到有啲特別來賓啊，講真咧，啲人咧客家嘅已經付出差唔多有幾十年嘅時間。幾十年看唔出來咧。誒，唔過佢千里開哦，佢還有2位個金曲獎嘅最佳專輯，還有歌手獎。經過12年嘅時間。再度發行嘅新嘅專輯，今尾要同大家來分享。等下好好啊，嚟開講啊嚟，嚟聊啊嚟，好，嚟先本楊一筆先生，王以筠先生，好，嚟同佢好好唱一條歌。轻轻的睡眠，对你的思念，像青丝万千，你一幕幕出现在眼前。秋天桂花轻香香去蔓延，花蕊开放在长长的草原，对你的思念，像青丝相连。也望眼，江山的盼团圆。就在呀中秋夜公园，两情爱在心田。就在呀中秋夜公园，杏花一年又一年，情丝心中牵。望你早年来相见，甜美情意永久无改变，今生更艳。
光鲜的盼团圆，秋菜呀中秋夜公园，两情爱在心田。秋菜呀中秋夜公园，hen花一年又一年，情丝心中甜，梦里早已来相见，甜美情意永久无改变，今生结缘。情郎，哦，路家嘅情郎，哎呀，秋菜呀中秋夜公园，两情爱在心田。秋菜呀中秋夜公园，hen花一年又一年，情丝心中甜，梦里早已来相见，甜美情意永久无改变，今生结缘。袁先生，要对俗语来咧吼，做得，很强诶，你徛得没做得？徛得像个白蛇精，白蛇精。你系我第一摆从事嘅曲风，第一次尝试。正经哦，好好听哦，有点那种中国风那种感觉，很温柔婉约那种感觉。对啊，而且上游这边是哈贝亚条歌，因为两种转型。很爱自家制作，当然，制作转型要唱自己适合的歌。两种转型很爱第三种嘅创作转型。第三种。但是很爱第一种自家出资，但因之中人嘅作品。自家发钱，自家制作。系啊，哇！有文化部补助吗？完全冇。完全冇。对，用太大冇。系啊。他自己要多多支持一下哦。哇，要真的。亚梦也讲诶，正经。讲之前来过安尼节目当中，当到安尼歌数哈，全部睇文章指那样嘅，有受到文化部嘅补助啦。哦，因为文化部嘅补助也当好啊。冇啦，我冇去某一下嘅补助。对。我两种转型是自家做，还是想自家做看啦。我是冇想太多，我两种转型是老三 B 编曲先生合作，了转型十数嘅歌曲哦，曲风全部冇共用，像头下我唱嘅亚梦也讲是跨界嘅重型乐，了转型含有巴塞诺瓦，含有拉丁，含有抒情、森巴、摇滚，全部都有。两种转型含有技术哈，有感染你客家传统。音乐嘅元素重新改编以後呢，融入在那個旋律當中。像頭下談到嘅亞夢夜講就係半夜15嘅元素，我重新改編。跟你做一種轉型我花2年嘅時間。6年啊！對啦，因為到咗以前嘅難免會影響到人家心情，係2年。對。自家單音資重人呢，資重有青島嘅細節要注意。全部愛來啊！真困難。太細聲我都包，連編曲啊都要摸嘛。編曲我有團吹，我有團吹，但是所有錢多都係我哋嘅即個好心啦，係一個非常難得嘅經驗。所以曲啦、詞啦，全部我自己寫。哎呦，你好厲害，有才女呢！沒有，會上錢啊！真的嘞，我們影片用全部自己寫。所以我家講嘅意思係講，因為當到係屬文化部補助，當好也做法國當到好嘅歌數，但是也自家出錢了。自家出錢，即正經請
辛苦哦，冇简单哦。不说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买 CD 哦，都会送我嘅粉砖，几张没了钱哦。哎呀，多多支持啊，唔会轻贵啊，350K 嘛。哦，对呀。经过12年的时间，又再一次出一种专辑，哎呀，时间又较久呢。12年，确实又较久啦。你本身是会出来，其实最大嘅动力係我爸爸。哦，爸爸，我爸爸吃饭嘅時節是講，我唱歌嘅吼，我唱你自家做嘅歌曲。我爸爸是會督促我，他會督促我這個部分。我啲嘅製作嘅歌唱，我要幫我爸爸彈。我講一歌曲編好咯，你彈彈看。我爸是講，有較進步嘅啦。爸爸有認真歌當中的發行。我爸爸都彈過咧。爸爸很存，我向爸爸拿錢本。多多少少。哎呦，充點來咧，我做馬本佢彈歌。對，還是要有點資助嘛，對不對？要不然做一張專輯，不過自家發現真年輕辛苦，嘅太細全部都係錢呢。對啊，你要做你按到總便宜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來連底部嘅文字全部都自家寫，真係哦。沒必要上錢，上錢。你沒黑哦，你都上錢。真的經過12年咧，這樣出一種專輯。我希望我嘅專輯嘛，其實調音堂嘅音樂，你講出到好聽冇？好聽，你唔敢講唔好聽啊？哦，你剛唱得還真好。我們還以為對嘴研究半天。對啊。其實每個歌手你嘅現場都有一個狀態，從個攝影棚都懂人嘛，比如我是請講為人嘅發嘅聲出來。對啊，哇！你剛剛這首歌真的配合你的音色，就甜甜的這樣子，好美。其實創作哦，就跟你人一樣這麼美。創作就是要唱你適合的歌，就創作上副對。我也希望我嘅專輯哦，我大家聽聽看，我給我帶來台灣糖多嘅音樂嘅講，更加係為帶來兩首冇咁樣曲風，大家聽聽看，我哋嘅專輯有老以前有乜嘅冇咁樣嘅曲風，所以就真係帶來一條歌俾大家聽哦。你係巴塞諾瓦太子爺好我講，哎呦，太子爺好我講嚟聽看啦嚇。天小汉彩色路行，因路好心情快樂。煩惱該生氣，恰怎麼去想？和夢想的方向。因流灑喝彩彎彎的路行，因為有你在身旁。給你給天色有變化不爽，冇騷你冇放縱。太刺眼帶了希望，太體好一片希望。繁華嘅天當亮，打開心房，散發才很發繡滿嘅地方。太刺眼帶了力量，太體好一片明亮。將將嘅景色斷過出雲上面前，係準備太平好風光。天小漢彩色路行，因路好心情快樂。煩惱該生氣，恰怎麼去想？
和梦想给方向。流沙汗才慢慢给路行，因为有你在身旁。今日嘅天色有变化不常，冇沙里冇风涨。太刺眼太多希望，太体好一片希望。繁华给天当亮，打开心房，绽放。才很发小暖给地方，太刺眼带来力量，太体好一片明亮。将将给金色本各处欣赏，眼前黑春的太体好放光。天眼黄太甲欢喜高唱。相对望，好春光也好偶像，穷下来云上天空啊，浪水扬，冲出太阳给哈嘎藏，天空啊，浪水扬，很变窗真难忘，天空啊，浪水扬，冲出。新希望，天空啊，冷水扬，一层层，一闪闪给飞翔。歌曲嘅曲風無共用，當然愛做適合嘅服裝嘛。跟你那做個夏威夷服裝啊，有冇？冇啦，個夏威夷嘅舞台嘅行較慢，好冇？嘅無共用。P30需要卡貼片咯，更加易看到啲。哦，兩條係它比較 casual、較輕鬆嘅那種曲風。其實沒有下太刺眼嘅風格，其實啦，佢氛圍是非常輕鬆嘛。然後睇下呢，後邊係加呢個天空落水就會，太陽設置。都會衝嘅天空落水，加落去就會能夠引起共鳴的旋律。等於講是大家啲嘅戶外好像在欣賞這個戶外的音樂會，然後大家小共下，然後唱歌，安尼歡樂嘅情景。有冇有兩種畫面？係啊，新舊交融兩種旋律。係啊係啊，而且曲風那麼多啊。材料種轉是有加，有到普通嘅歌曲有加因為呢個傳統嘅元素嘛。但係每一個歌數都要有共贏嘅特色。哦，冇錯。而且像真啊，你聽到嘅歌曲有講嘅靠外表取勝。你是有加藍調啊、jazz 啊、搖滾啊，你嘅很有個人特色，而且他的唱功是懂真嘛，是大家肯定的。還有像那個例如說，舉個例子好了，像那個黃連玉，佢嘅情歌入神。佢有用一那個藍調，還有 rap， 還有一個雷鬼那個曲風，其實用動態嘅風貌來回應那個百年前嘅客家嘅傳統聲樂。其實都懂才華一邊。比方講，他這個米莎，米莎佢嘅風格是米莎比較哲學，它是比較多，它曲風非常多變化，而且它非常的寫實，它的曲風非常寫實。對啊，還有的羅文玉，他就比較自然清新嘛，所以個啥有個啥嘅特色。跟外彩藝嘅轉型，將呢個傳統嘅元素重新改變，有半夜生頭髮開是種類，真正還有將呢個山歌。哦，對，那我唱山歌，那我唱山歌啊，那你要唱俾你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西調，西調，西調，好來，老師麻煩一下。哦，片板哦。
传统的按甜吼。那唱个山歌的玉米无强用的，同流行歌我已经唱过，尤其唱山歌嘅米丝都无强用。较传统。也就牛年咧。我聽下有講到咧，有講嘅半夜聲啦，時鐘了等等哦，那就會攞啲現代嘅創作，攞傳統意見嘅結合。用辦結合呢？比方講那個半夜聲啊，那個亞夢嘢講，其實係講中秋嘢講，蒙團嘢，你客家嘅小調就那個半夜聲。哦，我用結合到清楚。對，其實結合，睇個堂堂課嘅專輯咯，還有呢有結合嘅時鐘量，還有轉調。而且轉到非常嘅順，你彈出去，你是有結順。哦，只能用銜接到，讓你聽不出一些蛛絲馬跡。哎，怎麼又跳到那時候？啊，比方講啊，那個頭髮佢，你傳統嘅樂器就是拔跟鑼嘛，而且有一首歌是拉丁。你知道拉丁就是美洲的那個鼓啊，這個什麼南美洲，對，他們的鼓是他們的特色嘛。還是老在音樂嘅部分，還是老那個你客家嘅打擊樂來做一個結合，等於是一個交融跟融合。用客家樂器來做拉丁嘅節奏。不錯，我嘅音樂裡面除了有那個意境的結合，還有樂器的結合。哦，應該是好像在對話一樣。你有冇發覺哦？像我青島朋友見咩客家人哦，給彈歌啊，其實人來講旋律不好聽吼，真的有差。所以如果說對，因為先曲很重要，我們的耳朵先入耳的就是旋律嘛，對啊，你聽到人彈那個外國歌曲，你彈唔是那個意思，但是我就會喜歡彈。就像很多經典的歌曲，哎，有一些歌詞你已經忘了，你記得了，但是旋律還記得，奇怪。對，我希望就會按用。我希望我嘅轉型，我了解嘅創作，我的旋律我都特別注重。當然，這個如果客家方用版樣嘅嗓音，當然我也有注意這個部分。但是太家堂堂看我嘅轉型咯，就是跟我以前的。跟我以前的創作風格是冇共用嘅，從你的音樂性進入你的音樂，把你的這些老歌迷再找回來，對嗎？對，好歌迷還要加入新歌迷，對，老歌迷找回來之外，因為他這個加入很多新的元素，所以新歌迷也會進來。我嘅轉型台灣有講啊，有千多嘅曲風啊，多元化嘅，因為嘅時代在進步嘛，包括係傳統嘅啊。現代也都有，你談到都千多曲風嘛，有古典的、jazz 的，都談得到。拉丁的，那我們再來一首，好不好？那就來拉丁了。拉丁都有，哇！第一首中國風的，第二首是巴薩羅巴，巴薩羅巴，巴薩羅巴，我今天晚上還吃一個羅巴丼，哎呀，還拉丁呢，哈，拉丁，我不熱情起來，對，帶來一首拉丁曲，很多情人夢，情人夢，我來彈啦哈。風吹來涼爽爽，從高正輕鬆。當一路出燦爛清秀快樂嘅笑容，我有情意濃，你甘暖芳芳，一改散了長春風吹入我心中。天邊天空任我腳步輕快不同，時尚感受你給夜深真情的感動，身心所輕重，我擁有迷茫。鬆鬆對對情意少年送相逢，情人夢不愛，溫暖自明朗。情人夢不愛，你心一痛。情意兩相同，相愛兩相擁。心相連成黑夢，情人嘅夢，我也擁有。涼風吹來涼風衝，從高正輕鬆。當
出灿烂亲像快乐的笑容，没有情意浓，面看满芳芳，你嘅笑容像春风吹进我心中。天边天我音乐中，不强快不痛，世上感受你嘅眼神真情到感动，身心所轻重，妄想又迷茫，双双对对情意相连双相逢，情意梦不言，温暖自明朗，情意梦不言，一心一同，情意两相通，相爱两相拥，心相连，将黑梦轻盈给梦，那也拥有。头发开来，强发那里梦，亮影天色笑洋洋，笑我笑洋洋啊，那哎呀的呀，情意梦不言，温暖自明啊，情意梦不言，一心一同，情意两相通。相爱两相拥，心相连，将黑梦轻盈的梦，那也拥有。情意两相通，相爱两相拥，心相连，将黑梦轻盈的梦，那也拥有。哎呦，这个曲风有点像那个周杰伦跟莫希朵，也有那种感觉。我这首歌其实歌曲会有很相近的地方，就可能是和弦的部分。哦，和弦，对，但是要冇空用哦，冇空用，冇空用啦，冇空用啦，夹喺靠後頭。個要貼色啦，你亂講。係一條歌佢講。我要加客家嘅啊，劍舞啊，劍舞係啊。其實千島歌曲，做乜雞嘛？其實有千島歌曲，就一首歌曲唱這首歌曲，你詳細看佢嘅曲式跟它的那個旋律，其實還是有點差。應該講就會拉的那節奏哈，千島和弦那樣很多對，其實蠻像，就是和弦進行，所以旋律某方面會有點類似。和弦有唱啊，挺厲害啦，其實冇空用還唱跳呢，你有學過呢？國標舞。這個因為它有拉丁的元素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跟那個編舞老師跟他說，所以在某一個段落請他幫我編，乃至於然後那個拉丁的某一個這個舞蹈的元素放到我的歌曲。對啊，比方說改一些動作這些動作。對，輕絲號嘞。對啊，你可以拿去給國標舞社用。有。我是很保守的跳了，他們那個 S 型會更。那不是哦，那個腳要。他們好像上半身跟下半身分開這種感覺。對，因為前進之後啊，然後要伸直，還有點往前。哎呦，有講哦，有講。很會扭，哎呦，很會扭。其實從國外哈，所以看你藝術歌曲它的曲風要呈現什麼？是，對啊。像你周平生，給陳水炸給的舞頭是不是有跟這首歌有合乎？有 match 到。這張專輯有報金曲獎了嗎？有哈，是去年2022年12號12月發行嘅㗎。哇，用咗經驗。亞張雷都喺你節目做現場。其實兩位講到為什麼？其實我在這張專輯在製作的時候有一件比較遺憾的事。哦喲，我跳一個我爸爸嘛，我嘅專輯在就去年。12月12號發行，我爸爸在我發行前走了啊，對，其實非常的難過啦。幾歲啊？
78岁，对，睡梦中走的。幾好對，好彩我嘅專線有送伴嘅，有糖度，有伴嘅動到嘅祝福。我老呢個專線，我數到呢個專線裡向，佢係第一個送伴嘅，佢係第一個數到呢個專線嘅。對，對，後頭有糖度，對嘅作品，真的很大的遺憾，是非常大嘅遺憾。對，沒有看到你這張專輯可以大放光彩哈。我希望，我們有分享到咧啊，我會努力。伊個心情全部一起給他創作，本包因為爸爸嘅鼓勵支持，佢發行2張專輯，佢爸爸有看到。對啊，後來爸爸沒有出錢。給個心意支持，對，心意支持。好，那真的今天也很謝謝你來節目當中，而且要多多支持，對，欣賞2張專輯，亞夢一個專輯，那片買得到。其實他可以上我的粉專，我的粉專打我的名字王雨欣，在其他那個購物網絡平台，目前是還沒有，你可以上我的網站，就私訊，就可以買幾多種啊？對，哦，謝謝，多多支持，按時間嘅，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多多亞夢一講，我會專輯要多多支持。啊，今日也講真係非常多謝，謝謝羅哥，謝謝金門，也是按好嘅專輯俾大家，另外呢，大家多多支持，按支持。對，阿咩安尼節目吼，開始已經比賽嘅，好唱歌嘅朋友夾夾來報名，打電話來0666676676，打電話來報名哦。係啊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另外呢哈，大家要多多支持。亞夢一個，雙夢玉雲欣賞嘅面書哈 ，IG 檔號你收起好，多多支持。多啲捧場哦，還有其他之前對，還有是夢小天老師啊，我最欣賞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是夢天聰嘅工作人員，辛苦咧，支持。好，下禮拜冇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，各位拜拜。